来继续来看政坛消息，这个南绿白三党的不分区立委排第一名，都是民进党的林月琴，也就是静管基金会执行长，伊的关注度上低，只有2%。林月琴来回应讲，民进党的不分区看重的是弱势，唔是政治色彩。若民众党不分区排名第2的黄国昌是公开来募款，总共募超过800万，要伫这个礼拜5暗时举办第一场的公开活动。另外，国民党不分区的第一名韩国瑜，除了助选的行程之外，佮推出着公益的月帖。抛出大一仔一手微微笑相片，伫咧面册顶写，家己这个秃头一直拢是向日头行，期待对伫咧日头身躯边，会当走向公平的未来，勇敢向前，不咧惊。我们非常感谢昨天这么热烈响应捐款的每一个朋友。同款是不分区前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，即摆来自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第2名，昨举办直播募款，竟然超过1400万。经过民众党调整到一个坎站，成功募款506万，互各界认为无做小活动的民众党，会伫咧这礼拜5暗时夜，伫咧地面路口举办活动。你们的捐款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使用。和韩国瑜比，黄国昌知名度悬，静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，伫咧得到民进党无分区排名第1了后，头一摆以提名立委身份出席记者会。政见广告守护后一代，本来应该伫咧小资化世代受到欢迎，想到上新一份民调显示，和南北两党排名第1的无分区，韩国瑜和黄珊珊、林月琴的关注度敢若2%。韩国瑜先生跟黄珊珊女士，他们势必当然一定有更高的关注度哈。可是民进党的每一位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都跟我一样，在乎社会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是政治考量。林月琴头一摆上场，就考试其他政党不分区，拢敢若伫咧要紧政治，各政党安全命党上，虽然也无结果，不过后一届立法院一定就看头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